人甲我比。下晡因因若是无心想要抱甲比，看到涂骹臭沙顶人毋知啥代志，我来许嘛妖怪所来佚佗偷食米。长面如看咧喙咧四过学袂屁，讲是漫天飞舞碰往本家鬼。毋过若好加着出发了，甲袂食米，想着安尼偷听口尾就恁叽叽。长命如这么厉害，敢有方法来预防啊？过来洗手着毋惊伊来共创治，食饭进前试错冲红叉，洗手的5个撇步，千万爱行爱会记。哎呦喂啊！恁即马是咧搬倒一出啊？话甲遐尔啊大声，我踮外口就有听着啊！是谁咧偷听骹尾恁叽叽啊？阿嬷阿公已经倒来。阿公，阮是咧练歌诗，毋是无冤气啦。阿嬷对我讲，你妈祖经迄边有看到你落车哦。你落车？惊你是妈祖出巡吗？我拄则对迄边转来，哪会拢无看到镜头啊？妈祖出巡？毋是啦，后面是讲阿嬷有看到你伫咧妈祖庙迄支车牌仔落车啦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，是看到阿公落车，毋是太子爷你落车啦。对啦，恁拄则是咧念什么歌诗，敢若真趣味的款哦。这是我明仔载要就台搬报代志，教同学安怎预防长命类的歌诗啦。哇，时代遮尔啊进步，报地阁通学预防肠病毒哦。阿公看恁安尼台语愈来愈进步，实在是真欢喜啊！阿公，拄仔哥哥拢乱念，害我无法度专心啦。啥物哥哥？你遮暗暗啊？你哥哥啦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恁兄弟啊两个拢清清无落落啦。我甲恁讲，台语的发音爱正确，袂使超工加线漏风，讲袂清楚共创治哦。而且兄弟之间爱互相尊重才对，哪会使为着一点仔小可代志就冤家咧？阿公，我拄仔咧背一句台词，背了，阿兄伊就来乱，佮讲伊考的书比我较好。阿公，我念互你听看觅哦。哦，好啊好啊。食物件进前，若无注意卫生，久来洗手就着长病毒是会喙化佮发烧的哦。到时真正是阿头吃头，跋倒食头，三个土地连做伙土啊！哎哟，哦，干那堆豆油哦，看袂出来阿明你的台语进步了真多哦。哪有？我感觉我敢会考笑啊！阿公，你莫听阿兄咧便所内底弹吉他，是我会较好啦。便所内底弹吉他。臭大。哦，好。安尼阿弟到底是改啥物，互你遮尔啊生气，讲来互阿公鼻芳一下啊？伊甲阿头甲做阿肥啊，有够歹听的啦！毋信阿公你量看觅。哦，阿肥哦，阿肥车肥跋倒食肥，三个肥你连做伙肥哦。哦，莫怪你会遮尔啊生气。我知影你有一个好朋友叫阿肥，对毋对？是啊，安尼甲人起笑，实在是真无礼貌啊！是啊，阿弟啊，你着毋通定定要甲恁小弟搭嘴鼓。咱做人北长爱看，人伫咧讲家和万事兴，兄弟同心，石头变黄金。恁兄弟两个爱互相帮忙，安尼才有法度完成真侪代志，知影无啊？是阿公，阮知影，以后袂讲冤家啊！多谢阿公。恁公孙啊是提上了袂？我菜煮好啊，紧来带。哦，阿嬷咧催啊，咱赶紧来准备食饭吼。等下食饭进前，毋通袂记洗出来5个撇步。试错冲捧茶，身体健康拢免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